起碼都係照翻1至5日都有人幫我查，人工又差1至5。不過起碼叫我唔使直接翻工，起碼啲人已經表達咗好多人先，唔使我點有一部分就表達咗人就係我唔使經過正規嘅面試程序，但係多嘢，但係如果你話衰嘅，應該話咩就係低咯。咁我除翻起嚟，我呢份工都差唔多，但係以前啲工係冇人嘅嘛，我上幾份工，同埋起碼都係長，同埋起碼都有樣嘢好嘅，但係起碼都係長工同冇試用期。呢樣嘢就贏嘅，出有係長工兼係冇試用期。下一站海福花園 我 space 嗰份係咪英國飛機嗰份或者係邊份啊？呢大嶼山邊份啊671。100攞去使。梗係話啫。其實啱啱個週末我都冇乜太過特別追車嘅，啱啱個週末都係我啱啱個週末我去咗邊？我星期六啊去咗行咗2個年宵，跟住冇乜太特別。星期日我咪去咗。我琴日我咪就咗入愉景灣，跟住之後求其 hea 住坐成9062號，過去跟住就走咗去飲，跟住之後走咗入將軍澳，就 hea 住影架96M。錄緊，我都係錄緊嘢。又係好 hea 嘅，我係 hea 最。我今日得閒就係。啊。你咧？如果下次我貨60蚊打 ASU 嚟咗點？即係長途 ASU， 或者行嗰啲。如果我請你嘅係咪咧？請你打。不過要用 app 買嘅，唔可以當場買嘅。喺 app 用98 app 買咯。行走嘅時候，請緊握扶手，確保安全。扶
如果鏡頭虧你覺得點咧？如果鏡頭開始虧嘅話，即係爛煲咗咯。如果長焦嘅話係爛咗煲咯，少少。同埋嗰時其實動態島難唔難習慣嘅咧？如果18 Pro 而家會點咧？即係如果將來18 Pro 嗰個點咧？18 Pro 而家點咧？18 Pro 你預計18 Pro 會點咧？去到元宵節都大把時間，開到元宵節。我話即係如果你部新潮啊，你英雄3馬嗰部復古新潮嘛，你去英雄3馬路開到元宵節大把時間。我應該聽日去咯。而家兜咗入尾啦，而家要兜入尾啦，兜入尾你美同繞嗰邊咯，而家要尾，好似好唔慣咯，我好似好耐冇叫搭車兜呢邊嘅尾。架車遲咗開啊！兜咗去美城嗰邊喎，兜咗美城嗰邊喎，798P，好似好陌生咯，兜呢邊好陌生咯。
你而家頭睇到 PG 喎，P 冇啊，我隔離架 PG 780啫嘛，冇乜特別，我隔離架 PG 780出現嘅啫嘛。呀，TX 3678。而家投咗 PG 喎，PG 咗 PG。我話架車而家好似死火喎。夠唔夠力上應該係唔夠力上。個波箱問題應該係，哇！差啲向邊度啊？上年新年咪行到。如果下年嘅新潮上咗起就會比 A9頭行一拗你高個人牆，都變咗個人牆同金地。你想等邊部啊？RC 啊，邊部先？大把時間啦，我7點先，7點前大把，我大把時間。
我陣間諗緊可能去影5920，同埋踩埋單車都大把時間。OK 啊 OK 啊 ，local bike 啊嗰啲咯得嘅 ，local bike Hello Y 嗰啲咯，嗱我淨係就喺 local bike Hello Y 咯。我點知得唔得啊？我點知得唔得？我唔知係咪一個人一個帳可唔可以租到嗰部車，我唔知喎。我唔知得唔得喎？未必得喎。如果一個人租兩部車，我一個 local bike 一個 Hello 嗱，一係一個 local bike 一個 Hello Y 咯，一係我咁樣同你租咯。你幾時？我公司放撚嘢出嚟食飯。咁我好固，咁其實好固定。我啲放撚時間好固定嘅。超我1至5 12點半放，我12點半放1個鐘。我啲放飯時間好固定嘅喎。1至5啊嘛，1至5 12點半放咯。其實好固定嘅。其實你早1-2個鐘來講就得㗎啦。我平時都係自己食嘅喎。我睇入到去睇下，應該20行慢慢睇下，陣間坐唔坐到797觀馬影咯，再睇點咯。如果夾唔到咪坐797出去咯。21號線通宵服務，每30分鐘一班帶你往返機場及旺角。797出觀馬影都得嘅。服務詳情請參閱城邦 App 網頁。其實我會早啲去等幾班，我通常好少上直班嘅，我通常都會等幾班，通常得。
佢當時借麥斯朗2000幾蚊，已經還清晒，最近已經還清晒。唔2000幾蚊即佢係之後佢翻 part time，咁樣之後佢舊姓翻 part time。佢好似唔知即係麥斯朗即係保全咗幾個人去參加歐盟，但係最後冇出席，跟住變咗借錢，好似嗰即係唔係太直接借，即係嗰啲訂金嗰啲，好似考個搞手就係又係揾洪天宇幫手租嘅，佢揾洪天宇幫手租，嚇嗱，好似嗱，即係最後即係。跟住之後好似有人 no show 定點，即係變相要還筆錢，跟住好似都成1000零2000蚊，最後近期係還清晒。係。周旋熙咁樣，乜周旋熙而家咁易爛嘅？原來係借咗麥斯朗2000四，最後還錢咯。喂，佢換咗唔夠1年咯，即係人攞發生至今唔夠1年就還晒。黃樂軒54個禮拜一咪又唔還清咯，佢好似拖咗5個月就還咗，最後還清，佢斷咗佢而家就單間麥斯朗100蚊。黃樂軒4個禮拜1個月佢還，但不過其實我高人可搞手咧，跟住你話高人可搞手咧，同54個禮拜一係熟嘅，佢兩個之間係熟嘅。香港恒生大學。不過感覺佢即係由我8級車個搞手同54門巴兩個係關係都密切嘅，即係講翻先。又唔係，即係熟咯，就係話普通熟咯，應該係咁講咯。又明知好似你咁嘅，又明知好似我同你嗰啲咁咯，即係嗰種熟。即係不過佢又爭麥斯，佢又爭唔過，長期爭錢還，即係好經過痛苦還清又 block 咗。佢而家爭麥斯100蚊。不過其實你話我個 friend 即係嗰個白牛車油嗰個搞手麥斯，即係佢係應該有心還嘅，係之後都拖，但不過之後佢11月就15歲生日，就去咗查理亞度做 part time，跟住就好快就還清咗。好似12月即係用咗2個月時間就揾咗 part time 到還清咗2個月。佢揾咗 part time 之後加速咗還錢速度咯，加快咗還錢速度咯。乘客喺車廂站立以及行走嘅時候，請緊握扶手，不過麥斯朗都幾體諒佢嘅，即係嗰條友即係，或者54個禮拜一係爭，佢同麥斯朗每100蚊係成嘅事嚟嘅，每100蚊。佢跟住1月嘅時候就話油可搞咗9個月，某人搞咗超過9個月，終於還到100蚊。跟住佢就話嗰個還多錢即係分期還咯。佢係12月，我嗰個搞手翻咗 part time，開始好似都還咗1000幾蚊俾麥斯朗先咯。
嘅時候淨係還到700蚊先。但其實你話佢即係可能話 C 朗就睇得出，即係嗰條友係有心無力咯，即係唔係話真係好直接地咯，即係有少少係有心無力嘅，即係出咗意外跟住要還。但係不過起碼佢都睇到即係翻咗本身之後還錢出到係有評價埋咗，最中意嘅還清，最終起幾個禮拜先還清。佢係3月22號㗎嘛，嗰個人我又有參加㗎嘛，我參加呢個人㗎嘛。即係由可搞完之後，好快就即係由可好快搞完之後就即刻還2400又還700蚊先，跟住佢好似上6月嗰條你10蚊，你今年6月前還到就得，跟住結果係比預期早4個月還咯，即係佢 deadline 係2026年6月還到最後還到北美數，即係個1700。跟住就我睇翻佢話，跟住個1700就拖到佢翻 part time，跟住就1月還多900，2月還埋最後嗰800，先還700，我還嗰個人先先還700蚊先，跟住翻咗 part time，出咗糧啦。還800，還多900，最後還埋800。即係呢啲咪 OK 咯，呢啲咪好咯，呢啲。呢個係將軍澳㗎。但係你話麥斯個蟹，佢經歷過地點好難，但係你話呢條友佢係。但不過又唔係話好直接啫，好似之前麥斯朗補貼人參加入行，但係補貼到之後最後冇參加，所以變咗變相要話係咁噶嘛，即係其實唔係直接補謝嘅咩？但係個方式唔同啊嘛，但我個大二嗰時候，逐啲啊！
麗閣村嗰條好似東京街喎。嗰條好似係叫東京街，係張街西嘅。呢個係東京街。
到富湖小學、湖畔花園、公路灣、軍務站。Next stop, Chengdu Primary School, Beverly The Grandiose Chengdu Station. 下一站国小智能小学、富春花園、新澳灣、將軍澳站。
入嚟嘅喎，都中醫嘅喎，新春版唔走。佢本身佢新出唔周嘅，佢成包度寫㗎，都係。但係佢冇電啊嘛廣播。唔係，我見個廣播都好似轉咗去邵氏影城嗰邊，可能應該係部車嘅問題。For your own safety, 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while standing or moving in the bus compartment. 乘客在车厢站立及行走时，请紧握扶手，确保安全。
Please make sure all your personal belongings are with you when arriving. Thank you for traveling with us.